老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报喜来呢个节目。今晡日老大家咧少介一只冬虫，然后介医疗介知识吼，糖尿病，大家都有谈过糖尿病哦。啊，可能大家袂知哦，糖尿病会安样呢？会安样呢？不过还没真正对糖尿病有动到介了解咧。今晡日好好老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大家来分享你今介先生吼，其实係你介车启准先生分享。谢谢，各位福起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今晡有机会来天视坊同大家分享糖尿病的知识，谢谢。分享先生吼，先生係第一擺來錯冇？所以講第一擺來，真嘅，你第一擺來，佢福起來咧按多年哦。其實醫療單元要清救嘅，醫師有機會直接來同大家來分享。也來當榮幸，啊，唔過要當敬重啊。不用輕鬆，不用輕鬆。其實我先生喺講敬重，係可能袂含較敬重哦。不過今晡日同大家來討論嘅係糖尿病，講實在話，糖尿病吼，我相信喺台灣有輕度嘅人有，所以講，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慢性疾病。對，然後有很多人有，啊，大家講到糖尿病就會覺得好像輕敬重。對，可是係咪真正對糖尿病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好，今晡日好好來講一下。不過一開始吼，先幫大家解惑一下，到底乜嘢係糖尿病咯？哦，係糖尿病吼，糖尿病實在唔係講尿糖係增加，係因為人哋血糖增加。一般來講，人哋食物如果是吃了東西以後，血糖會升高哦。那血糖升高以後，有一隻訊息，人哋胰臟細胞會專門跟胰島素的細胞吼，胰臟的貝塔細胞就會接到一隻訊息講，哦，我要分泌胰島素。嘅胰島素呢，好，我拿一下字，同大家來分享，比較清楚一點點。嘿，那胰島素呢，胰島素就會參與在一隻壽司樣嘅哦，佢會都同個細胞有一隻管道，因為隻壽司從這管道打開來，讓個葡萄糖叫做細胞底部，啊，葡萄糖叫做細胞有乜個好處？葡萄糖叫做細胞就一隻能量的來源呐，讓你吃飯、水母、航路全部係能量，好，個能量來源，葡萄糖是一個當重要能量的來源，假使講喺某隻胰島素，個葡萄糖就流到血底部，就冇辦法叫做細胞底部，就沒有辦法，血糖就增高，增高以後就血糖增高就變造成糖尿病。真嘅，有輕度嘅人哦，可能有輕度嘅人會知道講啊，糖尿病係咪紅尿嘅時節啲都有痛哦？其實唔係按用，就像先生講嘅，其實唔係按用嘅意思，主要係講你要吃的東西要轉換成能量。然後我們身體才有辦法，像我們現在供發啊，有冇平常的活動啊？黑公你吃這個東西沒有辦法轉換成能量，它就多餘了，就留在那個細胞血液裡。血底部就血糖增高，係血糖就增高誒。是。假使講血糖增高到某一種程度超過180倍話吼，就會走到尿底部，安尼尿糖也會增高。嗰時候人講糖尿，實在係血糖增高。哦，血糖嘅增高。不過大家就會知道講，其實糖尿病大家一般嘅了解是這樣，它其實有某種嘅分類，對不對？第一型、第二型，嘅簡單講一下。一般來講，它有個分第一型跟第二型啦。第一型然後單單是較細嘅小朋友或者是得多嘅哦，加主要係一種自體免疫嘅疾病，就變嚟講，人哋自家嘅免疫力，自家去抗體去攻擊人自家嘅胰臟嘅貝塔細胞，就是分泌胰島素嘅細胞，造成個胰島素胰臟嘅貝塔細胞通通死光光，它就冇辦法分泌胰島素，你就身體冇胰島素嘅話，就血糖會降高。以前冇發明胰島素以前，1922年以前嘅話冇胰島素，凊彩高，一條生嘢就比因為食東西血糖會高，就餓到抽夾夾嘅，外面就救唔起來。哇！也係第一型嘅糖尿病，大部分嘅糖尿病係第一型嘅。第一型嘅糖尿病實在係有啲遺傳啦。如果屋企人屋企親戚啊，爸爸媽媽、阿公阿婆、隻公隻婆，係有嘅話，你得到需要較有可能會得到安尼嘅
天一型的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跟遗传有关系，也係講後天的生活，後天不然你生活形態講也有關係，你講肥胖，肥胖這東西又不運動，造成個胰島素阻抗的吧？你胰島素本來可以把那個鑰匙把那個管道打開來的，它變成細胞不理它了，打不開來，這也是會造成血糖血糖鐵高較高的原因。個第三種係妊娠糖尿，是，有等於在平常冇糖尿病啊，唔過頭個懷孕的時候去檢查。做一些葡萄糖的耐受試驗，發現自己血糖有較高，這種情形係就會妊娠糖尿病。妊娠糖尿病的這些婦女，她100變成糖尿病的可能性也會比較高，也會比較高，對對對，會提高。那如果她真緊係糖尿病的話，佢講嘅聲嘢會較大啊，超過事前功課，安尼也較冇影響。錯，先生剛剛有講到吼，其實先天嘅遺傳係有可能嘅。那另外一個方式，比如先生講一個重點，起碼家己講係講鐵皮。對不對？太肥胖的人，所以其實這是很大，大家都會想說肥胖到糖尿病有冇該關係？像現在舉個簡單的例子，像亞哈其實有很多的青少年，我們亞哈給死推啦，你看以前給死推，亞哈給死推有輕度嘅後生，你其實就卡皮，這樣子也會影響從某。錯，其實他啊同羅小姐報告嘅中央，假使講，其實唔是報告啦，因為大家一下。大家就抽正抽個安尼低頭族哈，黑毛就大天咯，大天咯，無限大家較少戶外運動，較少戶外運動，啊個當方便拿到個那個飲料啦，食品啦，一些素食的食品哈，可以全部當高熱量，而且高糖分、高鹽，那不知不覺就體重就進來進增加啊，增加以後，本身個就會容易產生剛才同講的跟按照胰島素的阻抗。那胰島素的阻抗增加的話，本身胰島素的功能是冇按強，冇按強個血糖也會高。啊，本身運動可以消耗一些熱量，消耗一些血糖糖分哈。啊，不過因為較少運動，也冇辦法代謝按照給身體的糖分，嗰時候肥胖是不好的。然後有一種很多黑色棘皮症，就講你會看到有的個呢胖胖的年輕人哈，可以降緊個按呢某處腋下哈，對對，其給很多黑色的棘皮症，好，按呢人他一般也是看。比較容易發生糖尿病。古時候係咪係講你真正去看到按頭嘅後生人有時候那個後生人在吃東西嘅時間，就像先生講嘅，他的這個脖子降緊鴉片，係講真正按用嘅針頭嘅時間，是不是可以看先生冇？親像按壓咪就血糖啦。哦。如果血糖係真正較高一些嘅，做一隻按糖化血色素，看佢高嘅，個親像也就習慣改，青島嘅習慣改，運動啊，吃東西嘅方式啊改變嗬。其實也就講到嘛，假如青島嘅人可能較皮，啊而家發現講其實你嘅降血壓片可能糊，啊自家也冇注意，跟你自家冇注意，跟部下嘅爸爸媽媽也冇注意，你就可能沒有去做預防。對，哈，先生講嘅那就是一種情形。故說就像先生同大家分享嘅，就是也係講。其實也不是後生人啊，就都一樣哦。不過你係後生，你也係唔係後生，你係講你鐵皮嘅時間就會產生那個你剛剛說的那個阻抗，對不對？按用就可能血糖會鐵高，高到一個長途嘅時間就會糖尿病。錯，糖尿病假使講高度數血糖超過126，哈，就講係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超過6.5，也是診斷成糖尿病的。真的哈，其實還有多個知識，然後大家都分享哈，請大家先聊下咧，你等下陣轉咧，你節目底度繼續來分享。今日當當然就喺繞牆度請先生啦，大家咧分享糖尿病哦。啲
国内其实有轻度嘅尿糖尿病嘅问题，可能有些轻氧重，不过有些可能比较轻微。对，故说真嘅大家真的要注意，不要轻忽哈。不过更多鸦片大家会吃到讲，都大家有敌自己有没有糖尿病的问题，除了去给医生看，然后去就是你去做检验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大家很常见的针头，不用鸦片同大家来分享。一般大家懂清楚就提供糖尿病会3多了哈，多吃、多喝，还有多尿，偏瘦是，我嘛做嘛个会多尿，就因为那个血糖通过较好，个超过180以前会走到尿底部，个尿糖也会增加。尿糖增加，因为葡萄糖会从水分带出来，对，水分带出来变成就有一点利尿的功能。葡萄糖尿糖增加就会利尿，利尿水分就会脱水。脱水又知道很渴，因为脱水会较臭，又会变动肚脐，再动喝东西，再动喝就会想吃东西，就进食茶又进屙尿，进食茶体重太部分就会开减少，较臭，对，就会多喝跟多尿，跟多吃那一部分就会讲。个血糖高的话，因为胰岛素唔拿吼，细胞冇办法用到个葡萄糖冇办法走到细胞，个细胞本身还在肚脐的啊，伊冇接到胰岛素啊，就会爱吃东西，爱吃到俺个体内，我要转换成能量，结果又没有转换成能量，然后又被排出来，然后我还是觉得好饿，所以俺就想会吃东西。细胞是冇得到葡萄糖，伊讲还肚脐的，伊就会通知大脑，大脑就会去请东西吃，都是多吃、多喝、多尿，3多这样子。可是体重会减轻。对，因为水分走开了，水分走开了，超。那边还有讲到讲，比如讲可能泌尿道发炎。嘿，因为糖尿病的病人的抵抗力较冇，较冇，嗰时个白血球啦，个功能也就较无按强，局部的抵抗力也减低，较容易得到个泌尿道了，或或者系皮肤的伤害冇办法愈合。错。嘿，主要呢，一下同大家报告迄讲，当到一定以讲咧，糖尿病的并发症，係很真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实在台湾的健保实在发得差不多8个亿，一年8个亿，差不多112多糖尿病的病人的身上，其中呢60%。係用来治疗糖尿病一些并发症，没治疗嘅糖尿病本身，它引起嘅并发症，是引起的并发症，花了差不多60%以上。哇！这种情形呢，欧洲也係安呢，美国也係安呢，嗰所以下世界上大家精神就希望从血糖控制好了，而避免嘅并发症的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几多种呢？我睇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係錯。譬如講，入邊有寫，線上也有帶來嘅資料，下一張。同樣這邊，對，從單個講好了，糖尿病嘅人較容易中風中風係一種大家都知。喺中風嘅話，數據我唔好講法唔清楚，嚴重嘅話會有什麼樣嘅危險？會變腦筋，對，大家講嘅變腦筋。糖尿病嘅人較容易中風，另外一種係視網膜病變，就講糖尿病嘅人較會視網膜，較會出血，因為佢阻塞又滲漏，嘅視網膜會唔會有一系列嘅嘅視網膜病變，較會剝離，引起嘅視力的減退，其實中年以上嘅人嘅失明啦，看唔到同糖尿病有非常大嘅關係，係非常大嘅關係。另外一種係心臟病啦，大家聽到講，慢年又突然間心肌梗塞，就救唔起來，造成動態遺憾。因為這種心肌梗塞就是
就会安尼又急又让人家难以接受。错，因为佢发生嘅时间轻急，来不及，嘅时间时间又轻短。错，系冇，佢机会系冇嘅。其实糖尿病嘅心血管病变，特别冠心病引起那个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疾病，也系当中有一种并发症。再后来野味啦吼，野味大家动有兴趣，大家动上些做台湾食野味比例当高，当高。啊，同大家分享嘅台湾100只食野味里边有40只以上係因為糖尿病引起嘅。哇哦！嗰時糖尿病真正當中要前面呢血糖係控制好來吼，就唔會有咁樣食野味事情按多，醫療費用也可以可以省下很多。對。因為大家就提講糖尿病，佢咪會記腳。有這個太假，這個真的聽了很多。有青銅也會吃到嘅，因為你有糖尿病嘅問題，比如講可能你嘅傷口沒有辦法愈合嘅時間，還有的人看洋蔥嘅時間，就我們說會截肢。太假糖多就哎呦，糖尿病因為糖尿病係講青洋蔥會看唔到，又會截肢，太假就吃到青燈影嘅。所以佢會截肢，係主要係因為佢氣質下嘅佢嘅神經病變吼，佢怕冇辦法發現自己舒爽。譬如說本某個速度，本某個舒爽，佢冇某個感覺，實在就已經冷控嘅佢唔低。天到冷控嘅佢抵抗力較冇安好，冇安好嘅話就細菌會感染，感染佢冇控制好嘅話，因為抵抗力不好，就慢慢的感染進來更嚴重。到不得已，如果不截肢的話，會引起全身那個敗血症，不得不截肢。是，所以糖尿病的逐步病變也係一種一定影響的併發症。青洋蔥也一定影響的併發症。我說，要控制血糖，主要係要避免一種併發症的發生，也係很重要的事情。真嘅吼，其實先生講的真有道理哦，一定很有道理嘛，先生講嘅哈。就是講，其實糖尿病本身真嘅要注意，你要控制你的血糖，不要等到後尾係講青洋蔥的時間，就會有抗洋蔥的併發症。唔過先生講都像油脂的病變、洗腎的病人，有很多人就講說，因為一般人一般嘅人，我會知道吃藥不是就會影響腎嗎？有冇講嘅糖尿病，你又很愛會吃油吃油又會影響腎，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像糖尿病的這種藥，是不是又會對腎有不好的影響？其實也係一種當中有迷思吼，迷思，係因為血糖超高，血糖高引起嘅腎病變，這個也會發展係因為血糖高引起嘅，而家所有治療糖尿病嘅藥嘅全部對腎臟幾乎冇乜嘅腎毒性，冇乜嘅腎毒性，你冇用藥的藥去控制血糖，變成也會病變，然後反而多種來講，人家藥嘅是多嘅，引起啊腎臟，不錯，沒有錯了，有的藥的確對腎臟的負擔是很重的，像一些馬兜鈴酸啦，跟泰卡迪嘛，就是一種藥。那另外還非類固醇的消炎鎮痛藥底波，也的止痛藥哈，那些對那些東西，那個是其他的藥會引起腎臟的腎臟的受傷哈，腎毒性高，但是糖尿病的藥嘅哈，一般來講對腎的是反而有一些保護的功能，因為你把血糖控制下來，就唔會。也會就唔會受傷。真嘅，如果時常講到迷思，也係食藥嘅迷思，梗係唔會影響。聽到你唔會講，梗係糖尿病嘅人，我可以喝飲料嗎？我做對食糖嘅冇，這也是有迷思，錯嗎？其實主持人他就會講到個營養嘅食，其實食當重要啊，營養嘅食。其實啊，一般來講，大家就會講，全部做的食，用嘅是較聰明，用嘅是較健康，其實6大類食物啊，要均衡的去吃，通通可以吃，盡量用天然的，天然的，不要用一些食品，那唔好是按那個
他那个按就懂吃盐的吃盐给食物就抽哎，既然全谷根茎类啦，蔬菜水果豆鱼肉蛋啊，脂肪牛奶都可以吃，但是要均衡的吃。其实泰嘎一些营养的观念应用的时候，其实如泰嘎还有机会去抢高营养师你会感觉到都有收获啊，你很放心的去吃。有的人吃就讲糖尿病马个月做唔得食，马个月做唔得食，是有营养的，我就20马个，全部唔免用的健康的饮食的概念其实俺会知道，简单讲起来就会你真正会控制自己的血糖，也唔会是用油的东西，因为唔好变皮嘛。可以吃东西就用。欣赏讲诶，父母按都给欣赏下营养师，就一个观念，该观念就是均衡营养就错嘅。其实还有青豆嘅第一次同大家来分享大家聊一下，等一下再讲。今日老大家咧，小家嘅系糖尿病嘅知识哈。其实讲到真正糖尿病，你讲起这个可以预防的，也系工作可以平常可以维持的，好像也是。不过黑公你讲起边都清洋葱，其他做的边都清洋葱，就跟上一段节目讲的，它会有很严重的并发症嘅问题。我有青豆给你就会讲啊，就会讲，哎呦，该后面有青豆给你要自己打胰岛素。大家就会对于打胰岛素就会觉得几清困难的事情，黑某要还清洋葱的事情，黑某就会知道清电影讲的事情，错冇？故作欣赏基本有 TPA 同大家来讲一下，而且还有带针头来，是不是？哎，看到就知道清电影讲的，大家好，胰岛素实在就糖尿病係因為胰島素唔拉，也假使講係真正有安尼胰島素做的補落去，糖尿病做在解決當到糖尿病的問題。主要問題係胰島素佢本身係一種蛋白質，佢冇辦法用食，佢食落去嘅話，就會被胃酸消化掉，就冇效嘅。嗰時候胰島素係需要用注射胰島素發明以後有當多嘅改良。也變得有一種叫做類胰島素，類胰島素就會從胰島素改良以後，變得講其他有些可以吸收比較持久，一天可以打1次，有的會講都在餐前打，有各種的胰島素。不過主要係問題講，太加糖度胰島素就知道講，以前講打胰島素就會食嘢嘅，當洋葱當打胰島素，也係唔錯，呢種係。唔錯，絕對唔錯一下當多研究發現需要用胰島素的台灣已經強慢用，就講病人需要用台灣的病人普遍就強慢用。台灣打胰島素的需要打胰島素的病人大概只有糖尿病有14-15% 的病人打胰島素天天，更外30%日本還較高。其他啲想法就較早就打胰島素，打可以讓個胰臟來休息，因為太家胰臟分泌嘅那個胰島素嘅能力係有限的啦，就講一生人分泌胰島素的總量係固定的。你假使講用藥嘅一直刺激它分泌的話，你總會把以後的胰島素先拿來用。不是說吃藥嘅有安用嘅功能，就是它一直刺激它分泌胰島素。可是你如果是一直刺激它，有可能提早用完。對，所以有一類藥係安尼啦。打胰島素的好處就講，你做的讓胰臟休息，那可以走更遠的路，可以走更遠的路。我太家打胰島素實在就有啲困難啦。譬如講，我按洋葱怎樣打胰島素？天就講，我有能力打冇。再過來講，我按你打胰島素，我嘅同事用抗癌，我嘅朋友抗癌用，我按洋葱嚟係冇。
社会上用的看亚件事情。哦，故说要增点些观点嘞，对不对？你对胰岛素还没有真的认识，你讲你真点去了解，其实欣赏讲的意思就会讲你其实就是补充胰岛素，它反而让你的肾脏有休息的空间，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胰脏可以休息，对对对。哦，所以其实欣赏根本有带来，因为太家讲到打针就会知道很可怕。嘿嘿，来做得失败呢。好，做得好，好。所以这个是亚哈一般来讲，还讲同样偏你可以用这样按用的东西自己。其中一种胰岛素要很多基础胰岛素，一年打一刀就好。这个作用做得超过24点钟。哦，当然还有其他。拍晒太假人嘅偏無重要，你就較嚴重，一刀做得咧，你就要需要打到幾下刀。咁我基本上咧，一下胰島素已經係做到當姊妹當細，操作很容易，我親到7、80歲阿公阿婆全部打到當吼，全部自家打，一下目前糖尿病的治療，應用嘅教病人自家照顧自己，嗰時候希望係自家打，自家量血糖，自家處理，嗰時候我一下就加一隻機器示範一下哦。其實示範喺同大家講，其實不要怕，對，其實佢冇按難，也一簡單的事情嗬，也係一隻姊妹們嗬，也係枕頭啦嗬，人家枕頭就拿起拆開來。拆開了，安尼好，安尼好，拆開了。佢說欣賞嘅意思係講，其實你要打胰島素嘛，你就跟醫生討論。需要做法醫生會同講，用嚟做需要做麼？做以前一度以後嘅口服藥，一下口服藥也醫發態，也醫發態。不過比較難的是要突破，需要打胰島素剛好，有的病人做因為。他抗拒，你就先抗拒，肌肺它失掉了，反而失去了，失掉了。我就有情形，那个胰島中藥嘅失了，還呢降不下來的時候，你就一定要打，應該要上胰島素，你就降啊，就他們剛來講，有在講心理用嘅上，嗰時候福卡家庭的人給他支持。太假做原因是講胰島素係某個東西啊，太假有安尼嘗試去啊，就唔會是說哎呦你要打胰島素係唔用啊，所以很嚴重嘅也唔咩，所以才就唔咩呢，因為人打胰島素係提早來用，同個糖尿病控制到較理想，安尼就較唔會有併發症，也個生活品質跟壽命全部就會較延長。簡單講以來，欣賞意思係講你要用你就會用，你唔好抗拒佢，係講你抗拒佢，你反而也拖到了它的狀態，就會按用嘅意思。因為假使講早期應該要打胰島素冇打到，佢因為嚴重將來打吼，也早期的併發症已經發生了，救唔到嘅。所以應該要打㗎，你就需要打出好好的打，認真。對，而且欣賞要他示範不太敢看，那其實冇按困難，就按容易。對，也係枕頭，也係枕吼。我今擺打幾多吼，我就都在調我今擺打8個單位調好去嘅吼。就拿掉落去吼，安尼準嘅。綁起來吼，綁起來也有一張內套吼，你就提拿起來，不用這樣吼。安尼去吼。也假使講係安尼啦，就簡單安尼，就安尼消毒，就近消毒，消毒起來吼，就安尼做落去安尼傾，1、2、3、4、5、6、7、8、9、10，拿起來，就完成了哈。完成起來哈，你就拿起來，把這內套哈，就拿來套回去，對，套回去哈。套回去以後呢，也姊妹不用轉了哈，好，把它倒轉，就好誒。好，倒轉去也就拿搭台去，針咪就冇咧。針頭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就冇誒。對，就好咧，按用就好誒，也就冇咧，哈。其實他唔可以太假想嘅按難，錯冇？這就是為什麼欣賞講，其實也係有青島嘅阿公阿婆做得自家用，就按簡單，就按用做得咧。嘿，安尼就做得講，
胰岛素起个剂量吼做的调整，从医生会教我们讲，怎样的血糖去高加好，怎样的调，安尼变咧讲，是个做的控制糖尿病，唔要讲总咧讲，爱食药嘅就食药嘅，吼，血糖高，就打较大的话，血糖低就打较少的话，变咧讲，是个做的管理，是个糖尿病。错，吼，其实根本一个节目讲到呀哈，就会同大家来讲，其实你要对。糖尿病有含卡多嘅因素，有含卡多嘅敌视，你就看唔会讲。其实黑讲你有轻微的按用嘅糖尿病嘅问题，其实你平常的保养就做得去控制，去做得样讲。讲到刚才就希望讲，黑讲你真有抗炎虫诶，爱打胰岛素，你也唔好去抗拒佢。佢食药嘅也唔係太加上嘅按定物件。不过简单讲起来就会你会。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其实你按用你就不会有大家想的好恐惧，就会跟并发症发生嘅时间，大家就是都好紧张哈。不过古时候诶，哈有大家来整理一下，这边有一个就是经常跟我清楚，就是血糖要控制嘛，对不对？哦，不过你还轻氧从给糖尿病嘅平，你还轻微的，大家就会来注意一下，对不对？譬如讲低量，一定要定期的去。监测你嘅血糖，测量血糖当重要吼，你血糖因为遐尼变来变去吼，18岁就会较高，肚脐甲会较大，吼，或者血糖迄糖尿病人吼，定期要去去甲量个血糖，吼，量血糖安尼去甲就讲哦，高的去就会模式按倒，控制一下，对不对？警告自己一下，哦，那是很重要。按讲是要个某主打胰岛素的病人，而避免个低血糖。超，那或那个也还是要讲要量血糖，安尼吼，然后听你这样先生讲，黑讲先生黑你什么个药嘅，你就要正确的去使用药物哈。对，然后提倡这样讲都给，就是你平常饮食的时候，尽量定时定量，吃东西要注意。是强暴血糖强高，对身体也唔好，还一种太负担。我经常要不有讲都不要太过度的剧烈运动，尤其是运动的话哈，可以让血糖跑到细胞里面可以用，而且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会增加了。那像剧烈运动对于给不米影响，就是运动还能温和，然后就是持久这样子。按有看后，对。其实最后一点同大家来讲，就那种你不要酗酒，然后空腹饮酒。其实也唔係糖尿病，大家就做唔得按用做吼。咁希望大家基本對按用嘅糖尿病嘅知識有很加多嘅認識。真嘅非常謝謝醫師，感謝你，謝謝，感謝。好，用前面3年下來你聽你認同線上都做認同了。